咱台湾人是真喜欢看棒球比赛。1962年，咱台湾社会也无电视通看时，棒球迷拢是听广播员用台语放送比赛的状况。不过，国家1989年中华职棒成立了后，比赛普遍拢是用华语来转播。现时台语真罕伫听，有影无彩。今日咱公视台语台就要放送少年棒球比赛，是用台语来转播，就是要呈现当时的光景。 穿过了二垒方向向外野来走，一二垒即马有人。今仔遐伫咧球场，过来讲球，把握每一届出赛的机会。华南金控杯全国少棒锦标赛4强赛，13伫咧台南市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正式登场，包括桃园市、台北市、高雄市甲屏东县4个队伍来比赛。公司台语台是邀请专业的体育主播和球评，用全台语播送分析比赛。可能有人听日语习惯的老一辈。 少年人去美国的用英语习惯啊，有人较早听布达人、富达人用华语习惯啊，所以三者阮会兼顾。透过这个棒球的运动，互因知影团体的精神，甲迄个守法的规矩。 用台语关心野球，其实早伫咧1962年，台湾社会也无电视进前，球迷就拢听广播人员伫咧电台用台语播送。不过伫咧1989年，中华职棒成立了后，赛事就拢用华语伫咧播送。此后伫咧野球场就拢听无用台语转播啊。以咱古早上早先是成立广播电台，咱即马少年拢毋知讲古早野球、棒球，竟然是用台语咧放送的。不管是安打。 一球拍出去，穿过了道边的外野。或者是中外野盛大甲海保路接条咧，公司台语台6月13、14透早10点甲下晡1点，伫咧电视甲网络转播，要带观众朋友登去英国用台语转播野球的年代，也望未来用母语播送体育的大赛事，会使真做是事上的代志。记者阿敏金、陈玉水台北报道。